然后这个鼻梁呢，就是分本体和分类，还有它的这个出征。然后这个苏仙这样的本体呢，就是以合心来这个进行鼻梁，以合音来进行鼻梁和以合种方式来进行鼻梁有3种。首先是以这个合意来，取经义功相混合命能者。时有分别设原型义名言，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取任何一个境的话呢，就是都是把这个功相和这个字相啊，就混为一体来这个能了知的。比如说像那个柱子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柱子要了知的时候呢，心里面的这种概念的这个柱子和外面的这个字相上的柱子的名言功相和义功相2个就是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字相和功相呢，就是混合一起的话呢，就是才能就是知道这个对方。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这个分别念，通过分别念呢，圆满的、完全的让那个进行就是去舍所谓的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名言。当然，这个名言呢，就是包括在这个信、密、用，就是3者上面，就是这个我们以前也可能讲过吧，就是什么叫做这个信呢？比如说我。就是对这个柱子呢，就是有一种纵向上的概念啊，这是柱子，就是这叫做这个信，就是这是一种分别念。然后什么叫做这个命呢？啊，这是这个柱子，然后它的这个名言呢，它的名称呢，就是可以浮现在我的这个脑海当中。我口里面呢，可以说出柱子2个字啊，就是我心里面浮现的这个名言呢，就这种概念呢，就是叫做柱子，就是然后我就用柱子来进行称呼的话，那这叫做是命。然后我有了这个形式。也有了这个名称，然后我在实际行动当中呢，去这个运用啊，就是这个柱子呢，就是它可以就是在屋子里面就是用那个就支撑这个房梁，就是它有如何的作用，就从作用方面呢，可以按理来就是用，就是它的这个功用，就是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与这个名言的这个趋势呢，就是全部都是这个信密用，就是这3者来就是进行这个趋势，因为有了这个取景的这种分别念，名言和那个自相共相，就是也就是说，就是混合一起的这种方式来就是进行取舍的话呢，这是我们这个在实践当中是非常这个合理的啊。就人们呢，就是经常这个取舍这些破离这些事情呢，全部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名言来就是进行这个操作，就是这一点就是我像我们前面这个学过量理报责任的人呐，就是都应该就是比较这个明确啊，就是大家都就是非常这个清楚。解义会经当中，现在讲的是那个鼻梁真诚理啊，鼻梁真诚理里面呢，前面已经说了是什么是这个鼻梁，那么今天在这里也说，不按名言是，心显义功相，一可混合念，于今性去舍，前面的这个名言和。然后那个自己心里面的这个众想啊，就这2个混合一起，或者自想和共想混合一起，这种这个方法来这个趋势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比如说有些这个鱼儿啊，还有一些旁僧啊，他都根本不熟悉这个名言的这种混合相。但是呢，他的相续当中呢，还是这个名言和这个也就是说自相共相这个混合的。这种这个念头呢，就是应该会有的。怎么会有呢？比如说，有些这个孩童啊，有些孩童的话呢，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就是什么是祸，但是呢，稍微有点那个长大以后，他知道是这是这个烧他自己的，就是所以他害怕。然后呢，我们拿一些食品的时候呢，他虽然不知道这个叫饼干啊，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牛奶啊，就是不知道，但是呢，就是他知道是这是一个吃的东西，就是他有一种这样的这种概念，就是所以呢就很高兴的这个喜鹊啊，我们跟他汤拿来的时候呢，他就这也是一种那个，就是他的这个相续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概念，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叫什么名字，他还不能这个称呼的。让像牦牛的话呢，他不知道就是这个叫水，但是他口干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前往到哪里去这个喝。然后有一些悬崖，有一些害怕的这些地方的话呢，他害怕就是闯打他，就是我们这个路上开车的时候呢，有时候知道是路上的这个牦牛呢，他根本不会叫啊这个轿车来了，大车来了，就是马上跑啊，就是他不会这个说。
说的，他也不会这个车的概念是什么样。但是这个东西来了以后呢，就是对他有害，就是所以呢避开的，就是这种现象呢，就是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众生啊，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众生的这个相续当中呢，有这个名言共相和那个就是什么那个一共相呢，就是混合一体的这种分别念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存在的就是有这样的这个分别念。因此呢，就是他们是依靠这种分别念来就是进行这个取舍，该去的这个对境呢，就是他去进行那个去就像刚才那个小汉呢，就是去那个追求这个饰品啊、鲜花那样的，让牦牛呢就是避开那个就一些这个危害的这个对境一样的，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也是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有这种这个情况。若无分别识，破离名言我，故鼻梁血处，谁也无法识。就是那么刚才前面的这个分别识呢，就是还是很需要的。如果这种分别念没有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就是很多的这个存在啊、无有就是存在，就是真实等等的，就是这些这个见理呢，就是也就无法这个进行的。然后我们实践当中的一切非者和无者的这种遮破就是遮破呢，就是也无法这个实行，就是无法实行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是隐敏的这种推理就是隐敏的这个鼻梁的这个推理，还有呢，就是像那个生命学啊、医学啊，以及呢，就是逻辑学方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学处，包括一些这个戒律里面的这些学处的话呢，都我们就是没办法成立的。为什么呢？我们像那个戒律里面呢，就是经常讲一些公案，讲一些公案的话呢，就讲到一些造罪业的公案的时候，我们胆战心惊，就很害怕以后不能造恶业的。然而，心慈三法的一些公案讲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想就这样的这个善法很有功德的，一定要去做这些都是其实呢，就是以这个分别念来就进行这个推断的。如果这些这个分别念全部都是没有的话呢，那么我们实践当中呢，就变成一片这个荒谬就是一片呢就是迷茫的这个状态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一切的这种学处和一切的推理，一切的这种就比较隐藏的事呢，就是大家都没办法就是推测。所以这样的这个分别念呢，我们也不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全部都是以这个质地，以这破，以这破的话呢，不可能现见的，因为限量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它的对境呢就是现在的，而且呢就是无分别的，它当下的这个刹那的对境的这种事物的形象和差别呢，就是可以就是原本的这个体现。但是这种现象呢，也不能就是驱色所有的这个事物。有些呢，我们这个限量见到就是也可以驱色的，这种现象也是在这个实践当中是有的。但是有些事物的话呢，一定要这个依靠鼻梁，没有鼻梁的话呢，我们就是现在这个作为初实践的很多的这个学处和驱色因果呢，就是也是依靠这样的这个分别念。实践的很多就是现在科学家呢就是整天都是在这个比目这个思维就是未来就是人类历史上呢，就是会不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地震灾害等等，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思维和探索。那么这些呢，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分别念的话呢，对这些就是也没办法就是进行就是探索的。就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实践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还是这个很重要的。那么下面讲分别衡量正寻和当应舍，分别比量我，皆成如因二。就是那么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依靠这个分别念来就是进行这个衡量推测，然后呢就是了解就是一切事物的这个影响。尤其是呢就是这个分别念当中呢，就是有几种这个分别念，有一种分别念呢就是什么最易的这种分别念呢就是会议，就是那么这种呢，就是他以前就是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做的什么事情呢，这些都是通过分别念呢，就现在也可以这个体现出来。然而有一些那个像瑜伽师有神通的人的话呢，他前世是怎么样的，前世的前世是怎么样的，就像我们这个佛陀的很多公案里面所讲的一样的，就多生累劫当中的一些隐秘的这些事呢，就是现在的是可以这个体现的。昨天我来了一个那个就是国外的这个客人就是他给我就悄悄地讲了一个他的这个前世的一些事迹，我首先呢有点不相信，后来的话呢也真的可能真的他让这个想起了，他呢就是这句话呢就只有他一个上师，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然后他旁边带了一个朋友，就是
我们3个人以外呢，就是给谁都不讲，然后旁边的其他的人的话呢，都已经避开了，就是他说是对不起，就是我们3个虽然从很远的地方来一起的，但是呢，就你最好呢，就是你们几个离开，就是我要给有一个事情。然后当时他讲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大概是那个1200多年前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在青海湖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是一家是这个3个人，后来父母呢就是已经死了，他就带着他的2个弟弟呢，就是在那个沙漠上啊，就是一直这个漂泊，就是过着特别清凉的这个生活。后来的话呢，就是他遇到了一个上师，就是带到那个布达那宫那边，然后呢就是一直在那边就是过生活的。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讲的是这个栩栩如生，就是真的是好像有条有理，我都最后都是转出去了。有时候就整个他的这个漫长的这个轮回的过程讲了以后的话呢，我都有时候就是时而欢喜，时而这种眼里就是有这种的这个感觉。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实践生呢，就是有时候有各种目的，就是到底是真的假的呢，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他自己呢就完全能这个想得起来。如今呢，就是他也是落到这样的这个状态，就是他就把前世的好几世只能这个会议就是1、2世，就是其他呢他也不清楚。但是这个呢，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记忆犹新。但是他自己给任何人呢，就只有2、3个人以外呢，就是他就从来也不讲，就以后也准备不讲。只不过他对这个深信因果啊，就是很多方面的话，那就是坚信不疑的，就是所以呢，就是他的一生当中的所有的这个财产呢，就这些都是用在一些基金上啊，就还用在一些那个。慈善事业上，就是他很多这个行为和做法呢，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正确的。那么我想这是也是一种分别罪义，就是罪义的一种分别呢。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虚迷，就是未来的就是一些希求的这种分别呢。我将来呢就是变成什么样啊？就是将来呢我的这个事业如何这个发展啊？我将来呢就是造什么样的这个什么那个就是就是获得什么样的国位啊？就是寻找什么样的朋友啊？等，就是这些呢就是对未来的一种这个分别念。还有就现在呢，就是正在就是我现在探索的这个道理呢，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比如说珠子是无常的所作的缘故，这个珠子呢到底是无常还是常有呢？正在当下的这些问题呢，就进行这个剖析，就进行分析，也有这样的这个分别念。然后还有呢一些真的分别念和假的分别念，比如说这个孙子呢就是看着这个孙子呢是真的分别念，孙子呢就是看着这个毒蛇的话呢，就是这是假的这种分别念，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分别念。如果这些这个分别念都没有的话呢，就是那这个比量也是没有的。如果比量也没有，分别念也没有的话呢，那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刚刚生下来的这个孩童一样，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我有一个亲戚呢，就像刚刚生下来的孩童一样，他可能是比我大，就是大概有可能50多岁吧，就是50多岁。前一段时间他的母亲死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母亲死了，现在怎么做呢？那怎么样呢？然后当时我们好多这个亲戚的话呢，就觉得是人这么大了，就是为什么就还刚刚生下的婴儿一样？那我要不要去替税去啊？以后做什么？以前是怎么样啊？就是什么都是代的一种这个，我们这个可能成人当中呢，就是也有一些像那种就是刚生下来的这个婴儿一样，这种也有。不过现在实践当中的话呢，只承认今世，不承认前世后世的话呢，其实也有带这种味道，就是因为以前呢，就是自己这个多生累劫是到底这个前世存不存在这一点呢，也连一个怀疑也不产生的。然后未来呢，就是到底我们这个生死轮回存不存在呢，也一点的，只是估计到就是短暂的人生几十年的这种人的话呢，我有时候呢就是始终认为是就是怎么说，有时候始终是有点矛盾吧，就始终认为呢，就是这是跟这个刚刚生下的这种婴儿的这种思想状态呢，确实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就是对方呢也不一定承认，不承认也是无所谓。但是我们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尤其是对这个前后世的这种这个道理呢，就是依靠自己的这种分别念呢，就是进行推测就进行那个观察，就是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不要呢，就是人人都变成像婴儿一样，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就是这样不太好。好，下面以合引以合引比量，以合能治合，即引比纵法，同频异频变三相全无误。他这里就是说了，说这个依靠就是任何一个因
啊，就是比如说这个用烟子啊，或者说是用那个梭佐啊等等，就是诸如此类的印来，进行推断，然后最后呢就是了知到这个山上的火的存在，或者说是这个柱子的无常啊，就柱子的这个无常。那么这是这个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叫做是这个推理啊，就是叫做是这个印，那么这个印呢，就是在这个宗法上。就是也就是说，因呢就是在有法上，成立还是不成立？如果因这个成立的话呢，就是这叫做这个宗法成立。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观察这个推理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要看它的这个因呢，就是在宗法的在什么？这个有法上面就是成不成立？如果不成的话，那你首先都就是说是不成啊，不成，就首先就是说是不长，就是所以如果因不长的话呢，那前面的这个同频和异频呢，就是绝对不可能这个成立的。如果因成立的话呢，那就观察第二步，就是诸子无常所作之故。那么这个所作是所作的话，那就是是不是无常？就是所作呢，必定是无常的，这叫做同频变。因为这些呢，我们前一频当中刚刚学了，所以现在就是比较这个简单了。然后如果这个不是无常，或者是这个无常呢，就是已经这个倒转，就是不是无常，没有这个无常的话呢，那所作也是不存在，就是这叫做是这个一频变，就是然后这样的同频变、一频变、宗法这三者这个齐全的话呢，那么这叫做这个三相齐全，也是一种这个无我的推理，就是法称论是在这个释量论啊，就是第一品的开端都已经讲了，就是说是宗法必分变，实因必为散啊，就是意思就是呢，就是讲这个宗法和这个一频变和同频变，那么这三者呢，就是这三相齐全的这个真因的。真因的法相啊，就应该这样来这个解释。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三相齐全呢，就是真正的这个推理，就是这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因来进行比量呢？应该是以三相齐全的因来进行这个推断，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是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有这个随顺随灭的这个关系。贤良所觉者，因中能推测。各别因比分，就是那么其实这个推理的根本呢，就是昨天也讲了，是这个限量。那么四种限量当中的，不管是哪一个限量啊，限量这个所抉择的这个意义呢，就是必须要必须要什么这个比量，就是那么这个比量的话呢，就是也依靠这个限量，依靠限量而所抉择的因当中要推出的话呢，那么我们一定会是知道一些这个因比的就是你这个限量呢根本就是见不到的一些因比的这些事物呢，就会了知的比如说你因明就是学得很好的话呢，你未来是对你来讲是一种抽象的一种秘密的这种事物，但是未来的自己的这个来世存在的道理呢，通过这个比量的就是较量或者是一些这个真实的推量来进行这个推断的时候呢，最后也知道是我所谓的这个人是一定会是有后世存在的，一定会是有前世存在的，因为这个推理的这种这个论史呢，就是完全是正确的缘故。三相齐全的这种推理来进行论证的时候，自己也好，他人也好，不得不承认，就是所以呢，我们很多事件当中的一些神秘的东西一些秘密的东西呢，通过这种比量来了知的。可是现在世界上的千万的人呢，就不懂这些因明的道理，所以呢，他自己的这个眼耳鼻舌身六根是就根本没有办法，就是照见的时候呢，就把它化为一种秘密，这是一种神秘物就这样来这个判断，这是不合理的。现在的世界有些分辨力非常重的这些人不管是记者也好，或者是一些实践的一些探索家的话呢，就真的有时候是有点可怜，他天天都是拿着一种仪器，人靠这个分别念来觉得特别深的这种事物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你照相机再怎么样好的话，那你的这个来世呢，不可能照下来，让这个前世呢也不可能只照下来，所以呢，花大量的这个资金，一定要把这个照相机的质量要这个提高。但是再怎么样提高，也是非对镜呢，不可能照得下来，这是我们这个
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应该这个看得出来，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智慧的话呢，通过这种推理的思考，最后呢就是知道是我们这个名言当中的这个前世后世啊，或者说是一些实践当中的三宝的价值不可思议，这些呢应该用推断来就是知道的啊，就这是也依靠先娘而这个推测就是因比事。那么通过什么样的这个这种推断呢？就是当然就是这个比量来推断。那么比量是分几种呢？就是比量是分3种。怎么样分的呢？依系所证理，果因自性因，就是依靠这个所证的这种这个关系啊，就是关系来这个安理为果因和自性因，就是2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我们就是前面也是已经学过吧，就是依靠这个就是比比相生的这种关系呢，就是推转，就用这个过来就是推着这个因的话，那就这叫做过因了啊，就是山上有火有焰之过，就是以这个焰的因来就是推断，以焰的过来就是推断这个火的存在，就是这叫做是这个过因，或者呢就是有同体相属的这个关系，同体相属的关系呢，就是你要指着对方这个比如说诸子无常所作之果，就是以所作的因来就是进行推断，就是诸子的这个无常性，就这叫做是自性因，就是所以这是这个从监理方面来就是讲的，就是监理方面呢，就是包括就是这2种因，然后不得相为得，所破不得，归如是归3因。那么从这个遮破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有不可就是可见不可得因和还有那个相为可得因，就是2种啊，就是遮破呢，当然这2种也是我们前面。量理宝藏论里面讲的，就是包括在就是可见不可得当中。那么可见不可得当中呢，就是可以分这2种。其实这2种呢，都是破那个所破的啊，就是破所破的啊，就是前面呢，就是本来是可以见到的东西，如果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可见不可得因来就是可以遮破。就我前面呢，就是不可能就是有凭子，因为我没有这个先见之过，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就是论证，或者呢，就是说是我前面呢，就是不可能有强大的这个能处，因为呢，就是有强烈的这种热处存在的缘故。以这种方式来就是破这个相位的这种法啊，就是相位的这个法。那么总而言之呢，上面的所有的这些比量啊，就是包括就是在这个3种因当中就是这上面所讲的这3种因，也就是说呢就是自性因和果因，然后呢就是不可什么可见不可得因，就是这3种因当中呢就是可以包括的。依靠这3种因呢，我们就是对因比的这个事物呢，就是可以了解的。因此，就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包括在一些佛陀的这个解深密意经当中呢，也已经讲了，就是他说是力有这个4种啊，就是在这个经里面说是力有4种，即是作用力和观待力，以及这个法尔力和真诚力，就是讲了这4种。因此，我们呢就是应该通达就是这4种力来观察，就是一切这个世间的这种法，就是最后自相续当中呢，真的对这个佛教和对我们世间的真理呢，就是生起不公的信心。好，讲到这里。